1994年，这台摄影机也这么贵啊！哦，34000元，写的很贵的，实际上有真的这么贵吗？现在手机几千块都可以录影、照相的，解析度都比那个还要好。竟然这个摄影机有这么贵啊！这读者文摘举办的这个抽奖，很吸引人呢。现在2022了，那1994，你看差多久？83，111，你看28，你看这么久了。经过那么久，有些东西都过时了。现在手机比较厉害了，携带方便又拍照的、录影都很方便呢。联合网络、配合网络都很方便，不必那么贵，不必那个充电电线那么麻烦。拍出来解析度又很大，又很清楚，色彩又很美。